这個皇上，你放小婉出宫吧。小婉不屬於皇宮，這實在不是小婉該待的地方。什麼屬不屬於啊？小婉，這個地方屬於我，也就屬於你。這裡是朕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你呢？现在正好好休息，朕去趟御书房，冷靜冷靜，想一想，你的事情朕該怎麼樣告訴朕的皇额娘，然後朕再去趟慈寧宮給她請個安，很快回來看你。英格爾，奴才在，替朕好好照顧小婉。這，朕就來。姑姑，要不就算了吧。起来吧。謝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奴才没有取得万岁爺的信任。皇帝真正信任的人，恐怕只有洪承疇和英格爾。這件事的底細，洪承疇一定知道，可是他竟然騙哀家。太后娘娘，議政大臣們正在議事，洪大人也在裡面，要不要傳洪大人來見太后娘娘？好，去。這還有件事要你去辦。皇帝很快就要來慈寧宮跟哀家解釋這件事，你跟皇帝說，讓他晚上再來。哀家首先要好好的承訓洪承疇。英格爾，為什麼要騙我？啊，扣扣，我騙你何事啊？你說皇公子，皇上他沒有妻兒，老爹又走得早，自己當家做主，我們小姐來了肯定是做大。除了皇上有孩子這一條，其他的我沒騙你啊。皇上豈止是一家之主，那是天下之主啊！你還狡辯？那妻子呢？皇上沒有妻子嗎？不知道有多少妻子，整日跟在皇上屁股後面轉悠呢。扣扣，皇上身邊的女人不能叫妻子，那叫皇後、嬪妃、貴人常在、答應。像我們這種人娶女人才叫妻子呢。呵，你還一套一套的，詞兒都背好了。哎，扣扣，我跟你說過了嗎？這是在宮裡，你一定要小心。你剛才說那些皇上妻子的話，又可以治你死罪。誰稀罕在這宮裡待了？哎，這宮裡有什麼好玩的？規矩那麼多，大家跪來跪去的，還遮遮的，又悶又煩。噓，我們家小姐要是出宮，我也要跟着出宮。你說是吧，小姐？英格爾，你能想辦法幫我們出宮嗎？哎呀，董主子，您千萬不能想着出宮，你要是出宮了，英格爾就是殺頭的罪啊！董主子，其實您冷靜下來，待上幾日，就不會想出宮了。怎麼會？因為皇上深愛董主子，董主子，您也捨不得皇上。其實有些話我不該說，您根本就不知道皇上對您的感情有多深。皇上說了，您可直呼他的名諱，您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在宮裡面，只有太后娘娘能叫皇上的名諱，皇後都不敢。那你說我該怎麼辦？就是因為我知道他對我的情，
所以我就更不知道該怎麼辦。主子，董小宛进宮了。她果然是进宮了。不過主子尽可以放心，這個董小宛她是漢人，她在宮中是待不住的。她待得住待不住，這還不好說。況且皇上對她用情很深呢。皇後娘娘和所有的嬪妃們都會聯起手來對付董小宛。方才皇後娘娘派人來請主子，就明說是要商議如何對付董小宛的呀。雲兒，本宮的想法同他們是不一樣的。本宮想和這個董小宛成為好姐妹。那主子豈不是要引火燒身嗎？太后娘娘、皇後娘娘和所有的嬪妃們該怎麼看待主子呀？本宮善良，無害人之心，這一點後宮姐妹們有目共睹。本宮要和這個董小宛成為最好的姐妹，成為她在宮裡的一個知音。到最後，皇上也會開心，是不是？啊，雲兒明白了，主子真是英明啊！难怪你剛才會哭。英格爾，你們滿人的奶娘是不是地位很高？正是這個原因，皇上才待你如此好。對，我們滿人都把餵養自己長大的奶娘當成第二個額娘，認為吃一個奶娘的奶長大的孩子都是一奶同胞。雖然我的額娘去世早，可是皇上一直都把我當成家人，太后娘娘也特別疼我。英格爾，我在民間聽說，太后娘娘是個十分厲害的人，宮中的很多大事都是她做決定。真的是這樣嗎？董主子，太后娘娘真的是非常厲害，平時她不輕易說什麼，可一旦說了，那就是一言九鼎。董主子这會兒正跟尹大人說話呢。知道了。劉公公到。刘公公，刘公公，刘二叔來了。哦，不對，假的。董主子，奴才……劉二叔，快起來！您千萬別行此大禮，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您。劉公公，董主子還不太習慣宮中的禮節，您呢就免禮吧。董主子，扣扣，你們呢在江寧見到的劉二叔，其實啊是宮裡的內務府總管，管着好些個人和事呢。劉二叔啊可是個大官兒。莫聽英大人胡說，奴才只不過是個當差的。劉二叔，那您請坐吧。不能坐，這是規矩。董主子，您趕緊快坐吧。董主子，姐姐，這宮裡規矩真多，這麼大的官都不能做。扣扣，你不能叫姐姐，你應該叫主子，這是規矩。劉二叔，扣扣跟我這麼多年，叫姐姐都叫慣了，這事兒您就別管她了。這……刘公公在慈寧宮受罰了吧？弄出這麼大局面來，能不受罰嗎？過去呀，奴才打嘴巴的時候，娘娘早就叫停了。可這回呀，公公，皇上已經去慈寧宮請安了，他一定會給太後娘娘解釋這個事情。我已經傳了娘娘的懿旨，叫皇上晚上再去。這會兒皇上啊，正在御書房處理緊急奏章，
整完了，再去慈宁宮。这会儿啊，洪大人正受训呢。啊！洪承畴，哀家看你年纪大了，曾经下旨你可免了跪礼。你知道今日为何要你跪着说話嗎？是因為董小宛進宮，臣有知情未報、隱瞞之罪啊。洪承畴，你该深知汉女进宫的利害關係，你竟敢知情不報！你要密報哀家，哀家便能阻止皇帝再去江南。皇上囑托臣要嚴格保密，臣有罪，未能稟報太后娘娘。知情不報之罪，你擔得起嗎？皇帝此舉勢必危及大清江山，甚至危及他的地位。這一點，難道你這個議政大臣就沒想過嗎？老臣當然知道這裡的厲害，老臣因此曾苦勸皇上，但皇上意志堅定，執意帶董小宛進宮。皇上對這個董小宛用情很深，這些臣已經都看在了眼裡。太后娘娘，皇上說他在江南與董小宛相識相愛，這完全是天意呀！胡說，一派胡言！這只是皇帝任性弄出來的天大難題。如今要做的，是要讓皇帝清醒，要讓那個董小宛滾出皇宮。各位王爺，原來我們想議的兩件事，現如今同這個江南歌女董小宛的事相比，已經不足一議了。本王以為，我們應該一同去慈寧宮覲見太後娘娘，請太後娘娘嚴處此事，將那個漢女董小宛趕出宮去。幾都啊，幾都，這件事呢，你莫太衝動。太后娘娘定會嚴處此事的。方才劉光才不是將洪承畴傳去慈寧宮了嗎？我們議政會議現在要做的就是靜觀其變。要我說呀，這件事情洪承畴是罪魁禍首，皇上越來越輕漢，都是受他的影響。皇上竟然帶一個漢女進宮，都是他輕漢思想所致。這件事情必須盡快的阻止，必須盡快讓那個漢女出宮。本王贊同鄭王爺的意見，先靜觀其變。若是太后娘娘不能迅速處理此事，那咱們議政會議要拿出老祖宗的家法，直接跟皇上交鋒。別急，別急，事情還沒到要動用祖宗家法的地步。皇上將風暴帶進了皇宮，咱們聖明的皇太後定會平息風暴。如果要用祖宗家法來廢帝，是萬不得已、萬般無奈的事啊。洪承畴，事情極其重大，哀家要對你重重警告。你必須對皇帝忠言直諫，助哀家妥善處理，度過皇帝帶來的危機。你若再犯糊塗，鼓勵皇帝，議政會議幾位王公重臣會將你撕得粉碎，哀家都不能再袒護你了。臣曾經2次獲得死罪之名，全靠太后娘娘出手相救。
老臣這條性命，可以說是太后娘娘的恩賜，臣死不足惜。唯愿我大庆江山，不要因为皇上同董小宛相爱之事，已陷入可怕的局面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骨头硬，不怕死？反正你洪承畴没有儿女后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这个意思嗎？臣不敢呐。臣的意思是，皇上性格强直刚烈，而议政会议权力又甚大。如果此事處置不當，那皇上恐怕又失去帝位之虞呀。更可怕的是，太后娘娘同皇上发生了冲突，皇上若一意孤行的话，就再无轉圜的餘地了。臣斗膽，恳請太后娘娘，事情既已發生，需慢慢處理。如果現在將董小宛立即趕出皇宮，皇上那裡一時還接受不了，所以太后娘娘不如先穩住議政會議，我們再想法子讓董小宛自願離宮。如果董小宛自願離宮，恐怕是解決這次危機的最好的辦法了。不愧是大學士。说來也真是，這皇上還真從江南帶回來一個漢女，聽說啊，還是個戲園歌女。真是個賤人，這般不知廉恥，竟然狐媚了大清的皇帝。但還別說，這還真是一件稀奇事兒。皇上對咱們興趣不大，那只能說明那個江南的歌女更懂得一些媚地之術。不過，我就想不明白了，這個董小宛，難不成還是個仙女啊？要說美貌，咱們是一個賽比一個；要說這娘家的尊貴，那更是一個賽比一個呀。這皇上怎麼就鐵了心不顧大計，非要帶她進？不敢妄議皇上。德妃有3阿哥保着駕呢，德妃才不怕什麼。董主子吉祥，奴才給主子請安。董主子，這是英統領臨時給您安置了幾個人伺候您，人若不夠，等奴才請了旨，再給您安排幾個公共侍女。可我哪需要這麼多人伺候啊？我有Coco一個人就夠了。劉公公，先快讓他們起來吧。快謝過董主子。謝過董主子。董主子，您說笑了。不過宮裡安置幾個人伺候主子的人數多少，是根據位分來定的。奴才就讓這幾個人先伺候着您。二雲，奴才在。這是淨室房主管公公柳二雲，人很能幹，有什麼需要您就儘管吩咐。奴才柳二雲能伺候董主子，是奴才的福分。劉公公，小婉知道了，麻煩您先帶他們下去吧。這。從前我與皇上偶有頂撞，
大家便說我的不是。这次大家也看到了，这皇上有的时候办事也真是出格，也真敢出格。兰贵妃，你可同意本宫的说法？就董小宛入宫一事，本宫非常赞同皇后娘娘的看法。好，本宫既然能与皇上最宠爱的兰贵妃想法一致，那么此事便好办了。既然如此，那本宫就直说了。这个董小宛对咱们既是一种羞辱，又是一种威胁。倘若不是因为如今本宫的状况，本宫定要去劝诫皇上，并亲自去南苑教训这个歌女，让她乖乖地滚出宫去。咱们这样做，也是替皇额娘分忧盡孝。这個董小宛，定是讓皇額娘頭痛之極。娘娘，依臣妾看，這事兒恐怕只有最得皇上恩寵的蘭貴妃去勸皇上，方能得以最佳效果。也不知道蘭貴妃敢不敢、願不願意替姐妹們出頭啊？娘娘，本宮深知這個董小宛對咱們的威脅有多大，本宮願意冒着惹怒皇上的危險，也要讓那董小宛清楚地知道形勢，乖乖地自己滾出宮去。不過，本宮在去南苑教訓董小宛之前，得先去慈寧宮探明皇額娘的旨意，且要到皇上不在宮裡之時去，方才可以。可這兩樣都是現成的，還有必要到皇額娘那兒去探問嗎？不過探探也是好的。至於皇上出宮，按照宮中的規矩，後天皇上要去京郊視察民情5日，去皇家獵場，狩獵3日，還要去永平城檢閱兩黃旗2日，這前前後後加在一起，一共10日。相信以靈珠妹妹的聰明厲害，定能讓這個漢女明白在宮中生不如死，讓她乖乖的自己逃出宮去。皇後娘娘與本宮姐妹相稱，靈珠知足了。本宮定會不辱使命，在這10日之內將那董小宛逐出宮去。好。小婉，那朕现在去給皇娘請安，完了事再過來看你。是。小婉，朕今天晚上想住你這兒。不行，皇上不能住小婉這兒。董主子，皇上想住哪位嬪妃的宮裡，那是極大的恩寵，嬪妃是絕對不能。小婉現在還不是後宮的嬪妃，所以她也不會受後宮的任何約束。這。你就真的不想讓朕住在你這兒？真的這麼狠心趕朕走啊？小婉不是狠心要趕皇上，小婉現在心實在是太亂了，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皇上。而且小婉知道，皇上現在的壓力是極大的，所以小婉更不能留皇上住在小婉這兒，那樣會給皇上帶來更多非議。你是在為朕考慮。好，這麼說，朕心裡舒服多了。皇上快去給太后娘娘請安吧，別讓太后娘娘久等。然後皇上也別再過來了，小婉累了，想早點歇着。好，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朕再过来看你。姐姐，我们是不是也要跪送皇上，也要遮啊？扣扣，朕免了你家小姐跟你这个淘气丫头的礼。宫中的规矩很多，以后你们慢慢学吧。哦。哦，对了，明天朕会派洪大人过来看你，他在江南担任过几年的总督，此人一定听说过。皇上说的可是洪承畴洪大人？小婉在江宁时就听说过洪大人，洪大人在江南的官声是极好的。这么说来，你与洪大人一定会相谈甚欢的。皇娘，兒子把小婉帶進宮，真的是愛她至深，可以說兒子真的是第一次真正的愛上一個女人，所以才瞞着皇後娘做下此事。今日兒子向皇後娘來請罪，兒子求皇後娘寬恕。皇帝真是敢作敢為呀，一下就帶一個漢人女子進宮。董小宛進宮將會引發什麼山崩海嘯？皇帝你就沒想過嗎？兒子想過，兒子豈能不想？兒子想把小婉帶進宮之前，先把她安置宮外，慢慢再跟皇後娘說，再讓朝廷知道。可兒子路過皇宮的時候，心裡突然騰起一股怒火。兒子是大清皇帝，兒子的女人為什麼要躲躲藏藏不敢見人？所以兒子臨時決定將董小宛帶回宮。皇帝這股怒火會引發可怕的災難，議政大臣他們一定會來要求將董小宛立刻送出宮。他們來找過皇後娘了？暫時還沒來，因為對額娘的信任，知道額娘一定不會容許這件事。倘若額娘縱容這件事，他們一定會動用祖宗家法廢除你的地位。額娘真是萬分驚異，皇帝帶董小宛進宮，就沒有想過這一切。皇後娘，兒子當然想過。若議政會議想用祖宗家法來定兒子罪，那9位議政大臣必須要全票通過，少一票都不成。而就洪承畴這一票，他們便過不去。洪承畴這票，他們大可以找個理由撤掉洪承畴這個議政大臣。額娘告訴你，就憑皇帝帶董小宛進宮，洪承畴知情不報，額娘就可將他問罪，撤掉他的議政大臣之位。真像是做夢一樣，皇公子竟然是皇上。姐姐最擅長唱的曲子是《長恨歌》，在怡清園唱了這麼多年，沒想到姐姐今天自己就要上演這《長恨歌》了。不會不會，姐姐怎麼會上演《長恨歌》呢？同姐姐相愛的人是皇上，是天子。這宮裡面，誰見了都要下跪請安，三呼萬歲。這天底下，誰敢惹皇上啊？這天底下誰敢惹皇上？那唐玄宗不是皇上嗎？唐玄宗不還是把楊貴妃交了出來，讓她死無葬身之地了嗎？那怎麼能跟姐姐比呢？那個什麼唐玄宗能跟咱們大清皇帝比嗎？唐玄宗同楊貴妃的情感，又怎麼能同姐姐跟皇公子的情感相比呢？姐姐為了皇公子已經不顧一切了。扣扣看吶，皇上對姐姐更是要殺退一切敢於阻撓之人呢。姐姐也願意相信，姐姐和皇公子的感情是堅不可摧的。皇後娘真要治洪承畴的罪，拿掉他議政大臣之位？額娘還不會這麼做。額娘只是提醒皇帝這件事的嚴重性。
鄭王爺問起，洪承畴可以不承認他知情，議政會議那邊都暫時不能拿他怎麼樣。但倘若皇帝執意要將董小宛留在宮中，甚至賜予他一個名分，额娘估計鄭王爺、索尼、鳌拜他們會拿洪承畴開刀，撤掉皇帝最信任、最器重的人。那便意味着，你们也将朕这个皇帝赶下帝位。福临，你怎么可以这樣說、這樣想？為了一個女人？不是，這不是為了一個女人的事。皇娘，兒子親政以來，一直想做一個好的大清皇帝，開創一代盛世。兒子說這話，絕不是一時的氣話，也不是葷話。皇娘，兒子是皇帝。如果一個皇帝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護不了，都不能讓她待在自己身邊陪着自己，您說，兒子還是一國之君嗎？還是這大清至高無上的皇帝嗎？再說了，兒子愛上一個漢女，怎麼了？到底有何罪過呢？姐姐在江南結識了一些江南的名人政客，從他們的口中，姐姐倒是了解一些宮中情形的。在那紫禁城門口立了一塊恭敬鐵牌，上面寫着“漢人女子嚴禁入宮，違者斬”。Coco，你知道這塊鐵牌是誰立的嗎？這塊鐵牌就是這大清的太后娘娘，皇上的皇額娘親立的。所以，你說董小宛能待在這宮中嗎？可太后不是皇上的母親嗎？Coco知道，太后就這麼一個兒子，難道她連她兒子最愛的女人都容不下？容不下，容不下的不僅太后娘娘容不下，這朝臣裡的滿蒙大臣也容不下小婉。而且你知道嗎？這些滿蒙大臣還有可能因為董小宛這件事，來廢除皇上的地位。姐姐，皇上同姐姐相愛，竟然會危及到皇上的地位。是啊，所以你說姐姐怎麼留在宮中？哪怕姐姐最愛的是皇公子，姐姐也不能留在這宮中。皇公子是皇上，還是一個不能乾綱獨斷的皇上。小婉該怎麼辦？姐姐得想個辦法。姐姐絕對不能給皇上帶來一點點麻煩，要趁皇上不在時逃出宮。皇帝若執意要留這個女人在宮中，那皇帝就要答應額娘3個條件。皇娘，請說。董小宛的住處，皇帝在一段時日內都不能換，不能動。董小宛就在不是嬪妃所居的南苑臨時安憩，這樣可以緩和一點矛盾。第二，皇帝不能突然賜封董小宛名分。
皇後娘，兒子不能答應您这個要求。兒子可以答應董小宛暫住南苑，但絕不可能一輩子不給他名分。皇帝就是性子急躁。額娘說的是不能突然賜封。皇帝要賜封的話，先同額娘商量，賜封的名分也應是在答應的範圍之內。行，這個以後兒子會跟皇娘商量，好嗎？第三，皇帝與董小宛絕對不能懷上龍種，這一條也是最為重要的。額娘順便問一句，皇帝在江南應該已經寵幸過董小宛了吧？皇後娘，不瞞您說，自打兒子和小婉相識之後，小婉一直以為兒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富家子弟，因此兒子還沒有寵幸過小婉。額娘說這些話是有些不妥，不過意思你應該明白。皇娘還不知道兒子和小婉的情形，兒子真的很尊重，也很尊敬董小婉。在小婉還沒有答應以身相許之前，兒子絕對不會對她有魯莽之舉。小婉，她是想嫁給皇公子，跟他做夫妻的。皇后娘，兒子認識小婉之後，兒子就感覺兒子像變了一個人，跟以前一點都不一樣了。這樣吧，等董小婉學會了宮中的禮儀之後，兒子就把她帶過來給皇娘請安。哎，這件事暫且不用。額娘一段時日內都不會見董小婉。如果額娘同意她來慈寧宮請安，外面就會認為額娘已經認可了這件事。那如果兒子勸小婉歸入滿旗，小婉如果歸齊了，皇娘可否考慮見她呢？額娘何時見董小婉，往後再說。不過歸齊倒是件好事，也是該做的事。如果董小婉歸入我滿旗，興許可以緩解宮中一些激烈的情緒。皇帝，你今日跟額娘達成的協議一定要遵守，否則朝廷將不得安寧。皇帝，你要記住，額娘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和穩固你的地位。皇帝，你越來越成熟自信，額娘很高興。但皇帝必須審時度勢，不可強來胡來，否則將給我們大清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你身為天下之君，要時時銘記以江山社稷為重。好，兒子明白，兒子會謹記皇後娘的教誨。姐姐，就真的这樣離開皇宮，什麼都不帶走？當然不能帶走了，否則的話他們會懷疑咱們的。好不容易我們才找到了一個看夜景的借口出來，我們得往南走。可是皇宮戒備森嚴，如果讓侍衛看見，那怎麼辦啊？我們小心為妙。Coco，有人來了，快躲起來！這麼晚了，柳公公才讓去領蓮子，內務府的人估計又會有一頓好說。他敢？柳公公說了，這香蓮啊是剛從南方送進宮中的，還未入庫呢。董主子新進宮有點上火，拿香蓮熬成甜湯，董主子睡前喝一碗，最是滋潤。柳公公對董主子真是盡心啊！那還不是皇上心疼董主子啊？皇上心裡有誰，他家眼裡都看着呢。柳公公啊，特意選派柳公公過來服侍董主子。哎，
行了行了，別說了，咱們現在呀，快點去領蓮子回來熬湯，好讓董主子回來喝。嗯。姐姐，我們快走吧，再不走來不及了。Coco，姐姐決定不走了。為什麼呀？如果姐姐走了，那他們怎麼辦呢？他們？誰啊？南院的那些下人們呢？皇上讓他们过來服侍姐姐，倘若姐姐一走了之，他們怎麼跟皇上交代啊？尤其是那個柳公公，自從劉公公派他來伺候姐姐，他也算得上是盡心盡責。倘若姐姐一走，他一定會受到皇上重罰的。還有劉公公，恐怕也難免受牽連吧。這倒也是，不過姐姐為了他們就不走了，留在這看似富麗堂皇、實則牢籠一般的皇宮嗎？姐姐不走，也只是暫時不走。姐姐不想一輩子待在這宮裡的。可是，姐姐也不想看到那些無辜的下人牽涉其中啊。還有，其實姐姐也有點擔心皇上。你說，如果姐姐一走了之，皇上萬一傷心受不了了怎麼辦？姐姐決定了，即便是要走，也要跟皇上說個明明白白，這樣也算是了無牽掛吧。這倒是，只不過啊，真是為難姐姐了。這哪有事事如意的事啊？算了，咱們往回走吧。皇上的意思是想讓小婉歸入滿齊。朕知道，現在讓你歸齊有些不公正，你心裡也很不舒服。可若不是現在宮中形勢緊迫，朕絕對不會向你提出如此無理的要求。可小婉從來沒有想過這回事啊，小婉不能背祖忘宗啊。行，朕知道了，朕不逼你，這件事情咱們以後再說，好嗎？對了，小婉，朕要告訴你一件事，明日朕要到京郊視察，到皇家獵場狩獵，還要檢閱兩黃旗，總共要走10日。那麼久啊？朕知道，你剛進宮，一刻也不想離開朕，朕也不想離開你。可是狩獵的日子是一早定下來的，沒有重大的原因是不可以改變的，而且狩獵的10日也是不可以隨便減少的，所以皇上放心，小婉會好好的，等皇上回來。啊，皇上，英格尔去嗎？當然，他是朕的侍衛統領，他必須陪着朕。朕走了之後啊，會派幾個侍衛日夜守護在南院，你乖乖等我回來。還有啊，這2日會有一個妃子來看你。會有妃子來看我？這個時候怎麼會有妃子來看我呢？朕只是跟她說，希望她能跟你成為好姐妹。她叫果真，靜妃果真，她人溫良醇厚，我想你一定會喜歡她的。皇額娘，臣妾們對董小婉進宮一事十分激動。這皇上從外面帶來一個漢人女子，這也太害人了。額娘因為這件事也很頭疼。臣妾們知道皇額娘為了這事頭疼，都想為皇額娘分憂。這不，蘭貴妃有一個想法，想跟皇額娘說說。蘭貴妃，你有什麼想法？皇額娘，皇上這2日不是要出宮去嗎？臣妾想，姐妹們倒是可以用這段時間去南院看望一下董小婉，順便也可以勸勸這個漢人女子，讓她知難而退，自己走出宮去。
不知皇额娘同意否？这想法好啊，兰贵妃，你打算怎么去劝董小婉？你说详细点吧。皇额娘，臣妾是想，待皇上出宫那几日，我们姐妹几个人。扣扣，你也看清姐姐现在的处境，太后娘娘是一定不会让姐姐留在宫里的，而且姐姐能肯定，太后娘娘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逼姐姐出宫的。皇上讓姐姐歸齊，姐姐若歸了齊，這局面會不會好一些啊？我不會歸齊的。姐姐是個漢人，為什麼要歸滿齊呢？即便是姐姐歸了齊，對着宮中的局勢，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如此說來，昨晚皇娘與朕約法3條，其實就想穩住朕。她真正的想法，還是想把小婉趕出宮去，絕不會讓她留在宮中的。皇上，太后娘娘曾經嚴厲地警告過臣，要臣助她解除危機。老臣已將太后娘娘談話的內容和盤托出，若太后得知，臣定是死罪呀！洪師傅，朕感謝您對朕的赤膽誠心和巨大勇氣。朕只說一句：您的性命將與朕的地位同在。皇上，洪承畴不怕死，命不足惜。但是最讓老臣痛苦的是皇上和太后母子之間發生衝突，並且這個衝突會愈演愈烈。臣一直是無比忠誠，敬仰太後。可是皇上、太後還救了臣2次性命，可如今臣不得不在皇上和太後之間選擇一個立場。這件事令老臣十分的痛苦啊！董姑娘，皇上令老夫來看看董姑娘。皇上說，咱們都是漢人，有些話聊起來會比較順暢些。其實，在江南的時候，老夫就曾耳聞董姑娘的大名，沒想到今日有幸一睹芳容啊！這話應該小婉說才對。洪大人在江南官聲如月，小婉在江寧時就聽說過很多洪大人為民做主的家事。小婉真心欽佩，而且皇上也屢屢跟小婉提及洪大人，說洪大人是皇上最為信任、最為器重之人。董姑娘，皇上對老夫的確一直是信任有加，所以皇上同董姑娘的事，老夫是知道的十分詳盡。
這件事讓老夫的心情是既欣喜又憂慮呀。洪大人有什么话不妨尽情直言。洪大人喜的是什么，忧的又是什么？小婉愿闻其详。那老夫就冒昧直言了。强哥，你们去打猎是不是很危险？我听说这猎场里好像有老虎。嘿，小扣子啊，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哎呀，强哥真是受惊若宠啊！是受宠若惊啊，白痴！我是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放心吧，小扣子，皇家猎场安全的很，我们人很多，大家气声好，老虎都会吓得屁流尿流。哦，强哥，如果有一日你见不到我了，你会想我吗？我怎么会见不到你呢？我10天以後就回來了。我不是說這幾日，我是說往後的某一日。哎呀，你就說你會想我嗎？想。我一定會想死你。我也會想你的。如今姑娘的命運和皇上的命運連在了一起，況且皇上頂住了天大的壓力，以驚人的魄力將姑娘帶進了皇宮。我感覺他要向朝廷宣戰，向天下人證明我們皇上是大清王朝的真正皇帝呀！董姑娘，如果老夫沒有猜錯，你是想趁皇上外出這10日，私自逃出宮闈吧？如果董姑娘，你打算棄他逃出宮外，皇上他會萬分傷心吶。小婉不是棄他而逃，小婉是不想連累皇上。哎呀，董姑娘，你想的不對。如果你用這種方法是為了保護皇上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你這樣做反而會害了皇上。如果你真的逃離皇宮的話，皇上在朝臣面前將會淪為笑柄啊！洪大人，謝謝你告訴小婉這些。還有一件事，姑娘，老臣以為皇上勸你歸齊，是經過深思熟慮、煞費苦心的，是解決目前困境的最好辦法啊！皇上對姑娘的情實在是太重了。洪大人，歸齊的事，小婉一時也難以應允。洪大人，再讓小婉好好想一想，行嗎？好。歸齊之事，他鬆口了。是，太好了，洪師傅，您太有能耐了。
皇上，這些都是董小宛姑娘對皇上無比的深情啊。小宛姑娘冰雪聰明，老臣同她講明其中利害，她便馬上答應考慮歸齊之事。對了，这要出宮幾日，朕想派幾名侍衛日夜守在南苑，您看如何？皇上，切不可這樣做，因為皇后和後宮所有的嬪妃都從來沒有侍衛守衛。如果皇上要派侍衛守衛南苑，那宮中定會引起軒然大波，這會給那些想趕走董小宛出宮的人以口實啊！皇上，洪大人說的對，宮中並無此先例。若南苑有什麼緊急情況的話，派人守衛還有個由頭。可現在南苑並無事由，派人守衛那是火上澆油，確實不妥。可小婉的情形不同啊。朕出宮這幾日，啊，如果這些嬪妃们她們去南苑以探望之名羞辱小婉，小婉該怎麼辦？朕總不能下旨不讓他們去探望吧？皇上，臣觀察董小宛是外柔內剛，而且已經表明同皇上同心同德。那往後遇到些風雨打擊，這樣只能讓他體察到皇上的處境艱難，增加他的鬥志和信心吶。对，您說的沒錯。朕倒要看看，朕不在的時候，那些人敢對小婉怎樣。珠兒姐姐，我家娘娘病了，起不了床，南苑怕是去不成了。有劳珠兒姐姐告訴蘭貴妃娘娘。姐姐，皇后怂恿您去南苑带头教训董小宛这事兒，明顯是包藏禍心。姐姐為何還要答應皇後娘娘呢？姐姐，難道是妹妹多慮了嗎？嫻妃妹妹，你並未多慮，本宮又怎會不知道這皇后包藏禍心，想要從中陷害本宮，讓本宮失寵於皇上。只是本宮有着自信，要鬥法，皇後還不是對手，沒準兒最後倒霉的會是她呢。照此說來，姐姐是早有準備，答應皇後，這是將計就計。參見嫻妃娘娘。主子，長春宮靜妃娘娘稱病說起不了床，不能隨娘娘去南苑了。這果真，當真是病了，當真起不了床了。奴婢未見靜妃娘娘，是她的侍女雲兒說的。不過，奴婢覺得長春宮的氣氛，靜妃娘娘倒不像是病了。沒那麼巧，定是在裝病。姐姐，靜妃明知道皇額娘的心思，還敢裝病躲事，膽子倒不小。哼，這個小可憐、小笨蛋，他想當好人，討皇上的好，可他腦子簡單，看不明白棋局。他裝病不去南苑，那正好，皇額娘知道了，定會記他一大筆的。這個小可憐，平日裡就仗着皇上、皇額娘心疼憐憫的。可他不明白，在這後宮裡面，皇額娘可比皇上重要。要得不到皇額娘的寵愛，那他才算是真的沒有出頭之日了。
我看这小可怜是自己把自己弄残了，不用咱们费心了。太后娘娘，臣与索大人都年纪大了，不能陪皇上去围猎，所以特地来给太后娘娘请安。两位王爷怕不是来专门请安，而是为董小宛进宫的事吧？哎呀，太后娘娘圣明，咱们议政会议几位老臣得知，汉人若再有人施加一点压力，他便会很快消失在芸芸众生中了。奴才柳二云，给兰贵妃、荣贵妃、德妃、淑妃、贤妃几位娘娘请安。你就是伺候南院主子的公公？是，奴才负责伺候南院董主子。董主子，他也配？去把董小宛叫出来，咱们想跟他好好聊聊。这。太后娘娘，此次机会难得，董小宛要是不肯走，也可以强逼着将她逐出宫去。以索大人的意思是要将董小宛捆绑起来逐出宫去，或是干脆将她殺了。谁敢下这个旨意？只有哀家。哀家要是下这个旨意，怕是这一辈子也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大清皇帝与哀家严重失和，那是大清之福吗？臣失言，臣也是心急，一时冲动，说出了如此蠢话。倘若董小宛暂時不走，两位王爺也可以放心。哀家已同皇帝約法3條，將皇帝穩住了。哦，這就好了。啊！太后娘娘聖明，是真是太好了！多謝太后娘娘。董小宛给各位娘娘请安。姐妹们，大家快看看，这位就是从江南跑到皇宫裡來的歌女董小宛，模樣還算俊俏，是吧？要我看呢，長得還真是不差，要不怎能嫵媚咱皇上呢？只可惜是個漢女。還是個青樓風塵女子。我們家小姐不是青樓風塵女子，是戲園歌女。哼，沒規矩，奴婢不准說話，該打。對不起，這位娘娘，扣扣不是我的奴婢，我是把她當妹妹看待的。奴婢不懂規矩，主子也不懂規矩呀，竟然敢替僭越的奴婢說話。蘭貴妃娘娘，董主子剛剛進宮，有些規矩還不太懂，請蘭貴妃娘娘及眾位娘娘寬諒。劉公公，這兒沒你說話的份兒，一邊待着去。這主子似乎一點也不怕稱病不去南院會惹惱了皇後娘娘和蘭貴妃娘娘。只要皇上高興了，本宮才不怕皇後娘娘和蘭貴妃娘娘。若是說真怕，
倒是怕皇额娘不高興，回头记上我一筆。是啊，云儿也最替主子担心这一点。要是惹得太后娘娘不高興，那便不好了。云儿，你知道吗？本宫是皇上的妃子，做任何决定都应该先以皇上为重。云儿，你可知道，主子如今最担心的是什么？主子担心兰貴妃娘娘在南苑做出出格的事兒。蘭貴妃娘娘若是把董小宛折騰出個好歹，如何是好？既然是歌女，那就给咱们唱几曲吧。要是唱得好听呢，几位娘娘们有赏；唱得不好听，那可是要罚的。这兒也不是什麼戲园，小婉也不會在這兒唱曲兒。哼，還敢拒唱，反了你了！蘭貴妃娘娘，董主子是萬歲爺極為賞識的人。董主子在進宮之前不知道萬歲爺的真實身份，萬歲爺對董主子，用情頗深吶。劉公公，咱們今天過來，是領了太後娘娘的旨意。你在這裡礙手礙腳，不如離開南苑，到別處去吧。奴才是伺候娘娘們的，奴才不能走。劉公公，本宮說的話你沒有聽明白是嗎？本宮是領了太後旨意來的，你非要本宮用個滾字嗎？蘭貴妃娘娘息怒，奴才這就告退。董主子，娘娘們要是有什麼問的，董主子您就禮貌作答。娘娘們想聽曲兒，董主子不妨就給他們清唱一曲，讓娘娘們也開開眼。董主子，這宮中規矩大，董主子要小心為好啊。公公放心，小婉知道該如何做。要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情，趕快過來稟報。這太後娘娘早將事情置於掌控之中，臣等萬分欣慰呀。太後娘娘，還有半年，便是皇上親政9年的日子了。當初我們議政會議與皇上有約定，到皇上親政9年那一日呢，議政會議就該把另一半的兩黃旗印交付於皇上，皇上就要親掌兩黃旗印了。老臣盼望皇上在這一段日子裡面，避免做出像董小宛之類的事情啊，別讓臣子們為難吶。鄭王爺放心，哀家不會讓皇帝做出出格的事來。就算皇帝不小心出格了，哀家也會將他拉回來的。太後娘娘聖明，臣等就先行告退了。鄭王爺、索大人走好。這素娜，你聽得出鄭王爺這番話裡的凶險嗎？鄭王爺竟然敢對姑姑說如此不敬的話，素娜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啊！與其說是不敬，不如說是事情。鄭王爺代表議政會議說出的這番話，明確表明董小宛進宮一事極其嚴重。鄭王爺鰲拜索尼等王公重臣，
多年来对皇帝和哀家很忠诚，这次他们态度变了。如果董小宛留在宫中，他们将会拒绝交出另一半的两黄旗旗印。若皇帝得不到旗印，亲掌两黄旗，他就不是真正的皇帝。董小宛，你是打算清唱一曲呢，还是抚琴儿歌呢？最好是抚琴儿歌，更好啊是且歌且舞，让我们饱饱耳福，也可以开开眼界呀。恐怕要让各位娘娘失望了。小婉不仅不会且歌且舞，连清唱几句也没有兴趣。如果各位娘娘有想问小婉的话，只要不是侮辱小婉，小婉倒可以认真回答。她还真是狂傲啊，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家小姐是皇上请进宫的，你们这些人对我们家小姐如此无礼，跟审犯人似的。没有规矩的下贱奴婢，竟然還敢說話！本宮今日就教訓教訓你！我呸！你這個惡婆娘，英兒還說皇上沒有妻子，你就是個惡妻！來人！你們幹嘛？放開我！Coco，小姐 ，Coco，放開我 ！Coco，你們放開我！董小宛，你的奴婢居然敢吐本宮唾沫，那就是大罪！你縱容你的奴婢如此的犯上，你自己也難逃重責。Coco何罪之有？他不過是頂撞你幾句，你就扇他耳光。在這宮裡，難道就不講道理嗎？哼，你要跟本宮講理？好啊，那本宮今天就跟你講講理。在這皇宮裡，奴婢絕對不能犯上，尊卑必須有別。你的侍女做出如此的行徑，本宮在宮中數年，從來都對這樣的事情是聞所未聞。你信不信？本宮現在就可以下令杖斃了他，然後拖出去餵狗。你若是敢打死 Coco， 就請將董小宛一併打死。董小宛，看你是皇上一時興起帶回來的野花，本宮也不忍心讓你眼睜睜的看着你的侍女就這樣被打死。不如這樣吧，我先賞她20大棍，等她皮開肉綻了，你再做決定，是留在這宮裡看着你的侍女慢慢死去，自己也飽受折磨呢，還是滾出宮去，回到你該待的地方？姐姐，這皇宮不是人待的地方，我們出宮！站住！你是要去稟報劉公公是嗎？就算是劉公公來了，也救不了董小宛和她的侍女。你就乖乖的待在這兒，一步也不許離開。這，这时辰也不短了，这柳二雲也不來個信兒，也不知道情況怎麼樣了。小竹子，哎，你趕緊到南院那邊去看一看，注意，千萬別被人察覺啊！快去。這，皇後娘娘，南院最新消息，蘭貴妃已下令痛打董小宛侍女20，是要倒血霉了。平兒，本宮今日甚是高興，真是難得如此這般的舒心啊！本宮決定要好好打賞你們。謝皇後娘娘，快起來吧。是。
皇帝親政的時候才只有14歲，而皇帝的性格又任性剛烈，所以議政會議有這份協議，也避免皇帝過早掌握兩黃旗大權，怕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如今可好，議政會議竟用着旗印做文章。丫头，姑姑累了，帮姑姑揉揉肩吧。是。但愿董小宛今日出宫，永遠的消失不見。